我細個嘅時候，聽到大部分嘅都係隔離鄰舍嚇，因為我出生係60年代啦，咁所以我好細幾歲嘅時候咧，屋企係冇電視機，甚至可能嚇，咁有時我記得係要去隔離。即係比較富有嘅鄰居度咧睇電視，咁我記得後來慢慢屋企有電視機嘅時候，咁就好多聽嘅嘢其實都係從電視嚟電視嘅節目啊，咁電視節目係譬如係一啲綜藝性嘅節目，譬如香港嗰個年代有個好出名嘅節目係 TVB 嘅，就係叫做歡樂今宵。咁歡樂今宵裏邊有好多歌星喺度唱歌。我覺得當時無論係喺歡樂今宵，抑或係我隔離鄰舍佢哋嘅黑膠唱片機嚇，我屋企就冇黑膠唱片機，咁就隔離鄰舍有，咁我就去聽佢哋嘅唱片。好多時候都係聽到一啲台灣嘅當時係叫做國語時代曲嘅，我哋叫做唔知點解佢嘅名叫做國語時代曲，咁就係譬如係